放。杨秀芳，哎，咋办？你们来练嘛，我真的我要回去了。不行不行，你练啥子？你练哪个嘛？就那个练了一个，一天练了一个就那个练不上。什么型号？你要把型号。作业来了，家们，作业。88。那看一下。G8898。好，你把那个退出来。电子的师傅来了，家们，电子的师傅。辛苦了。8889。哦，手机过来拿一下。某某，你把我手机拿过来一下，谢谢。这个，你说水。哎，这个话哎，我说了一句话就不行。这边围了一圈儿哦，这边。我要自己走了，你看的话看吧。连上没有？好，谢谢哦。不谢。拜拜。生意也开完了。把手机放下，手机等一下送过来。拜。手机那个跳完了送过来。拜，明天见。家人们，大家分享东西。电子的师傅来了，家人们，看看电子的师傅跳的。前面还有好多。分享手机的，谢谢大家，1 2 3 4 1 2 3，冲，人气往上冲，冲。声音有点小哈。嗯。往前面走一点，然后把音响放他们那儿去。往下面走点，等着。还要弄一点。对。马上一个手机，分手一个达到。冲家人往上冲！往上冲，家人往上冲，人气往上冲。这个啊，马上80了，马上到了3个，什么时候达到3个就来问我。之前说涨几个，放心嘛。家人们，多分享，都起来，谢谢大家帮忙。家人们分享，往上走，不要往下掉，哎，往上走，往死里往上冲。冲，家人们，往上冲，不要往下掉，哎，听到没有啊？大家帮忙点赞，好，再来一个。可以了。再来一个。不来了吗？可以了，师傅，谢谢，拜拜。谁来？跑了，他们3个都跑了。推高一点。太不行，那不行，这个你得。说哪跳嘛？啊，你看嘛。说哪跳？每天都跳，不跳了。每天。跳一个。跳一个。不跳了，试一试。多干了么？
哎，张希刚才不来了吗？张希往新洲走了。张希往现在走二十了。跳呢？那你自己叫，快点叫一个。我跳啥？跳各种舞。你跳各种舞啊？我一个人跳很很。你怎么不穿把正装？那个拉上嘛。你那时候不是穿正装了吗？我穿了。脱了。这放在那。看不？你把那个把苏拉拉上跳。好。哥，我走了。好。几点钟走？10点整。上我已经显示以惩罚的形式。今天那个小可，今天那个故意弄一个那个当场那个歪一点。行吧。跳啥呢？跳啥呢？我们一起跳嘛，跟着我们一起跳。放一个，跟着。看着咱们看着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跳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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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，跳一个哎。找个女的快求你了，没有，走了，人家都走了。我跳啥呢？来，我不会跳不是吗？男的有什么好跳的？跳什么呀？我跳个什么了？跳啥呢？你不喜欢跳康乐琴吗？康夏琴吗？康夏琴我跳不了吧？跳什么？跳得了的。你喜欢在气阳宫跳那个跳啥呢？康夏琴，他那跳动作比较快。我跳啥呢？放啥就跳什么？老师，你有啥呢？全部都有，全部都有，多得很。有一些，我没弄过来哇。康夏琴、高定这些。康夏琴那单子在这跳，我去那边跳。康夏琴嘛。你在气阳宫跳的最多的就是康夏琴嘛？是吧？他跳的舞蹈，他那个跳的姿势好看。哎，他还可以，我觉得他。吴京宝贝的家人们能不能点个赞呀？因为吴京宝贝在为你们拍视频哦。俩康夏琴一个放。往下边站一点，往下边站一点。过来一点点。对。对，这个位置。成都，然后先过来。还有不是跳，开始。往中间跳，往中间那个。还有那个乃王春也可以，他跳得好。打开点。
没电了，等一下，有电是吧，五哥？10块一个。灯子呢？灯子在前面给他装。我看来是会跳吗？啊？往这个倒一点，后面倒一点。好，倒一点，好。刚刚那个开始。好，就是这开始。在中间嘛，中间跳不了。刚在这里。做笔相当于。怎么拍？怎么说呢？我一个人往那边走，怎么拍？手拍吧。打完了。错了，家伙，咋办呢？错了，咋办呢？而且拍一些镜头就是夹在那个过程前面。OK，我去先相机关掉了。